後台的走廊燈光偏冷，牆壁是煎灰色的，地面鋪着深色地毯，腳步聲落在上面幾乎被完全吸收。謝霆鋒站在走廊中段，距離休息室門口大約5步的位置。他沒有敲門，只是站在那裡，像是在等一個時間點經過。幾分鐘前，工作人員前來通知他同台安排的調整方案，他沒有直接回應，也沒有確認是否已經通知到休息室裡的人。走廊兩側有幾扇緊閉的門，門牌上標注着編號，沒有姓名，但他知道其中一扇門後面坐着他的兒子。他站在那扇門前的這段時間裡，沒有抬手敲門，沒有喊話，也沒有讓助理傳話，只是站在那裡，等那扇門被衝裡面打開，或者不被打開。走廊頂部的燈帶發出均勻的白色光線，照在煎灰色牆面上，沒有形成明顯的陰影邊界。他站立的位置與他進入走廊時相比，沒有發生顯著位移。他的重心在等待期間沒有從一隻腳轉移到另一隻腳上。休息室的門是在大約15分鐘後從內側被拉開的。開門的速度不快，門把手被按下後停頓了一下才被拉開，像是開門的人在拉門前已經確認過門後是否有人站立。謝震軒站在門口，視線落在謝霆鋒身上，沒有移開，也沒有刻意迎向他的目光。他穿着深色外套，外套拉鏈拉到頂端，雙手插在口袋裡，姿態保持着他平時的站姿，沒有因為門外站着的人而改變重心分佈。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大約2步，中間沒有擺放任何物體。謝霆鋒未有往前走，謝震軒也沒有後退。謝霆鋒說了當天同台安排變更的情況，用陳述句完成了他的發言，沒有在句末留下需要對方確認的停讀。謝震軒在聽完後沒有立刻回答，那段時間的長度與他說出下一句話之間的停讀間隔一致，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的家規只有母親。他在說出這句話時音量沒有明顯變化，沒有因為需要強調這句話的邊界而提高音調，也沒有因為他在空間中的位置而放低音量嚟縮小他的複合範圍。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沒有留下需要被追問或解釋的空間。他在說出那句話之前已經決定不需要在句後添加任何注腳來調整他的邊界範圍。他保持着與來時相同的站姿，沒有因為已經說完了那句話而需要調整重心來離開。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視線未有偏移，也沒有在句末垂眼或轉向，只是讓那句話完成了他的功能，然後離開了門口，沿着走廊朝出口方向走去，沒有回頭。他走路時雙手仍然插在口袋裡，步伐節奏與他在走廊裡出現時一致。那條走廊的長度在他離開時與他進入時測量的長度相同，沒有因為已經完成了那場對話而需要重新測量。謝霆鋒站在原地沒有轉身，他注視着謝震軒走遠的背影，直到那件深色外套在走廊盡頭的轉彎處消失。他在那段時間裡沒有移動腳步，也沒有因為已經目送他離開而需要確認自己是否應該沿着走廊朝另一個方向移動。他在走廊裡停留了片刻，然後側過身，沿着與謝震軒相反的方向走向了通道另一側。他在走動過程中未有加快或放慢腳步，保持着他在進入走廊時的速度。旁邊經過的工作人員在與他擦肩而過時未有放緩速度或開口說話，走廊繼續保持着他應有的節奏，沒有人因為那場對話的發生而需要停下來確認他是否已經被完整接收。他在經過通道中段時看到了一面安裝在牆上的鏡子，鏡面中映出了他側身經過的影像。他沒有在鏡前停留，也沒有因為看到了鏡中的人影而需要調整自己已經保持的行走方向。他在鏡子前經過時沒有側頭確認鏡中的影像是否與他的位置偏差一致。謝震軒在離開走廊後沒有直接離開場館，他走進了另一條通道盡頭的休息區，那裡沒有其他人。他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下，外套的拉鏈旋保持着剛才的高度，沒有因為已經離開那個位置而需要調整。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段時間，視線落在對面的牆壁上，牆面上沒有掛任何裝飾物，
也沒有安裝顯示信息的屏幕，只是一面乾淨的淺灰色牆面。他坐在那裡的時間裡沒有看手機，沒有接聽電話，沒有因為已經完成了那場對話而需要確認他的結果。他在到達休息區之前的路徑上經過了另一條通道，通道兩側的牆壁上沒有安裝任何可被用於反射的鏡面或玻璃。他不需要在行進過程中確認自己的位置是否已經偏移。他坐在那把椅子上，直到有人過來通知他下一項安排的時間。他站起來時沒有因為坐了一段時間而需要調整姿勢嚟恢復平衡，步伐與進入休息區時一致，走向了下一處需要他出現的位置。他在走向下一處位置時經過了一段有自然光透入的通道，光線從側面的窗戶進入，在地面上形成了規則的矩形光斑。他沒有調整步伐來避開或踩上那些光斑，保持着與進入休息區時相同的速度穿過了那段通道。像柏茲是在當天晚上才得知這件事的。他通過一個中間人收到了消息，消息內容沒有添加任何修飾或評價，只是轉述了家規只有母親這句話和他的預警。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完消息後沒有立即回復，也沒有撥打電話向任何人確認更多的細節。他坐在那裡一段時間，沒有翻開手機查看其他內容，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到來而需要調整自己的呼吸，也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存在而重新評估自己與那個詞之間的距離。他只是坐着，讓那條消息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存在了一段時間，然後站起來，把手機留在茶几上，走向廚房方向。他走過走廊時經過了一個磨人的房間，通過敞開的門可以看到窗外的路燈。他在經過時沒有放慢腳步來看路燈照亮的範圍是否與他記憶中一致，也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存在而需要確認路燈的照明範圍是否集合他記憶中的長度。他走入廚房後打開了冰箱門，裡面裝着一些食材，但他沒有取用任何一樣，只是站在打開的冰箱門前停留了片刻，讓冷氣從裡面擴散出來，然後關上了冰箱門。他在關上門之後沒有繼續在廚房裡停留，走回了客廳，重新在沙發上坐下，手邊沒有手機。他坐在那裡的姿勢與之前一致，沒有因為短暫離開而需要重新調整自己與沙發之間的距離。謝振軒在晚些時候回到住處時，客廳的燈還亮着。像柏茲坐在沙發靠近窗口的位置，手裡沒有拿任何東西，視線落在門口的方向。在確認他已經進入室內後，沒有開口詢問走廊裡的事。他換鞋的動作如平時一致，沒有加快也沒有放慢，拖鞋的聲音在地板上均勻地移動。他說了一句：我回來了。他回答：廚房有燙。他走向廚房時路過沙發，經過他所在的位置時沒有停讀，但是他在走過去之後，在他看不到的角度裡放慢了一步，然後繼續朝廚房的方向走去。他沒有因為已經放慢過那一步而需要在到他廚房後回頭確認他是否存在原來的位置，因為他在經過時已經確認過他仍然坐在那裡。他走向廚房的速度和走向其他房間時一致，沒有因為已經放慢了那一步而需要調整步伐的節奏嚟掩合他已經發生過的偏移。他走入廚房後看到了放在桌上的湯碗，碗邊放着一雙筷子，湯的表面旋有一絲熱氣。他站在桌前停讀了很短的時間，然後拉開椅子坐下，拿起了放在碗邊的筷子。謝霆鋒當晚沒有通過任何方式就這件事做出回應，他沒有發聲明，沒有打電話，沒有發消息，也沒有通過中間人向任何一方確認他的立場。他回到了他的住處，沒有調整與平時一致的作息節奏，沒有因為那場對話而需要改變他當晚的安排。他在那段時間裡沒有打開社交平台搜索任何相關話題，也沒有收到任何需要他回應的新消息。他在那件外套被掛好之後，走向書桌的方向，翻開了他已經在看的一份文件。他在翻開文件之前，伸手將桌面上的手機翻了過來，屏幕朝下，但沒有按下關機鍵，只是讓他保持被翻覆的狀態，
然後在他被翻覆的這段時間裏完成了那晚剩餘的活動安排，沒有因為那場對話而需要提前關閉他或重新將他翻回正面。他在翻開文件時目光落在第一行的第一個字上，沒有因為手機被翻覆而需要確認他是否已經完成了足夠多的旋轉角度來避免他無意中看到屏幕上可能出現的內容。他在讀完那段文字之後翻到了下一頁，沒有因為那場對話而需要重新檢查自己是否已經完成了對前一段文字的閱讀，也沒有因為需要重新閱讀而放慢自己翻頁的速度。像柏茲在幾天後的一次通話中提到了那件事，語氣和平時相似，沒有在開口前停讀或調整呼吸。他說，他跟我說那句話的時候，語氣很平。謝霆鋒在電話那頭安靜了一概人，然後說，我知道。他沒有問他是否已經知道那件事的全部經過，也沒有向他解釋自己當時的反應。兩個人在那通電話中沒有就那句話展開深入討論，沒有對家規一詞的含義進行定義，也沒有為只有母親這句話的實際邊界劃定距離。那通電話的結束方式和平時一致，沒有因為這句話的出現而需要延長通話時長來調整距離，也沒有因為母親一詞的出現而需要縮短通話時長來重新定義方向。他也沒有在通話結束前確認他是否記得他說那句話時的語氣，因為他在說出來的時候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被再次核對了。他在掛斷電話後將手機放在了與他之前相同的位置上，沒有因為剛才的對話而需要重新排列他與其他物品之間的間距。謝震軒在那段時間內沒有向任何人解釋過他在走廊裏說出那句話的原因。他沒有在後續的採訪或談話中引用過那句話，沒有因為他被更多人知道而需要調整他的措辭或語氣，也沒有因為他的存在而需要向任何人重新確認他的邊界。他在走廊裏說那句話的時候，沒有預想過他的傳播路徑，也沒有因為他的存在而需要重新檢查門是否已經關好。他在那之後向張柏芝提到的唯一一次與那句話相關的內容，是他說自己在說出那句話之前沒有考慮過他的措辭，只是因為他是在那個時間點以那種方式出現在他的回答中。他在說出那句話之前沒有經過反覆的措辭推敲，也沒有因為他被說出後可能被傳播而需要確認他的起點是否足夠平穩，也沒有因為他在那個位置被說出後可能產生偏移而需要重新調整他的重量分布，讓他以一個更穩定的角度落在他希望他落下的位置上。他已經確認過他在說出之前不需要經過重新排列就能完整地落在他該落的位置上，因為他在被組合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放置在了一個不依賴於接收者來保持穩定的位置。他當時就確認過他的終點，並且已經知道他不需要再次返回去調整他的落腳點，因為他已經開始沿着他的路徑移動了。他後來在某個未公開的場合被人問起你當時有沒有覺得那句話太重，他回答沒有，他是我能給出的全部。他說話時的語氣與他平常說話時的音調一致，沒有因為這句話需要被解釋而調整音高，也沒有因為他的重量已經被感知到而需要減輕他的存在。在那件事發生後的第3天，有人通過中間人向謝霆鋒詢問了他的態度，回答的內容很短，沒有使用任何指向明確的詞彙來描述他對那場對話的立場，他也沒有使用理解或接受這類詞來概括他的位置。他只是在回答中說了一句，他說的是他認定的，然後列出了那段對話。他在回答中沒有解釋他是否認為那句話是合理的，也沒有說明他是否認為那句話的邊界劃定方式是他所認同的。他只是確認了那句話是謝震軒認定的，而認定的這個詞已經把那段話放置在了他自己願意被看到的位置。他在回答這句話時的語調與他回答其他問題時相同，沒有因為需要縮小他的聲音而放輕，也沒有因為需要確認他的重量而加重。他在回答完那個問題之後沒有繼續停留在該話題上，也沒有因為已經回答完而需要調整他與提問者之間的距離嚟重新校準他們對彼此位置的判斷。那條走廊在他離開時與他進入時保持着相同的長度。
鏡面中經過的影像也沒有因為那場對話的發生而改變成像角度。那道影子在頂燈的照射下傾斜的方向和角度保持着固定的範圍，沒有因為走廊裡的聲波震動而偏移到另一個不穩定的勾間。他在經過它之後繼續沿着通道前進，向出口方向移動，沒有在到達出口前檢查手機是否傳有新消息，也沒有因為需要確認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那場對話相關的所有步驟而放慢腳步來重新測量他已經走過的距離。他走過了出口，在門外停留了短暫的時間，沒有回頭，然後繼續向前方移動。那扇門在他離開後自動合攏了，合攏時發出的聲響與走廊裡其他門閉合時相同，沒有因為開啟時間的不同而改變聲響的時長。他走向車輛所在的位置時，沒有因為那扇門的閉合聲而側頭確認它是否已經關緊，因為那扇門已經完成了他需要完成的操作，不需要他通過視線確認來補充他已經完成的動作。他坐進駕駛座時沒有調整座椅的角度，因為他上次離開時已經固定了他的位置，並且他在他不在場時也沒有被移動過。